和設宴偏殿，寬待貴賓啊！現在介紹啦，呢一位就係我皇兒彩鳳公主啊！世上今日鬥寶大會就係由佢主持嘅，作為得勝者就共係冤抱啊！呢位天大爺，哀家孤陋寡聞，見微識淺，奈何難為父命？看誰有稀世奇珍，抗世之寶，便與哀家共赴邀途啊！公主。降下了嫦娥，柳腰隨風舞啊，雀躍多姿，令人傾慕。朱唇輕展似櫻桃，天若有情，求月老啊，得似如花美眷，艷福比人高。皇下拜相小王乃魏國儲君，願獻上靈芝食個長生不老，係我魏國嘅鎮國之寶啊！公主，公主，眼底有佳人，輕輕而蓮步，桃紅小口如凡酥。歸人含看都最英好，倘若明燈鴛鴦好，我願妝台長作知婚郎。小王願花蓮香蝶，用上水人知過去未來，只係條光公主，你知好有用嘅水晶球啊！水晶就好啲，好啊！只求能知未來過去，世間
一食嚟唔知就能不老啊！